19年就转道盘了。那开始的时候已经在传授这个心理心法。那我们可以说一贯到整个世界，已经都领导世界。可是我们就缺少善知，我们道亲善因缘不足，就缺善知识这个教导我们，都没有。那佛都一直来这个开沙戒窍，我们又看不懂、听不懂，佛来讲的也都是心理心法，可是我们不懂了，要怎么办？束之高阁啦，腾个管管所在，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假如说那个时候就开始传，我们不会被社会人士瞧不起，所以我们是这个真的要自己这个反省，为什么整个社会对我们都不怎么那个恭敬，不怎么尊重，所以就是要讲到我们自己本身，所以我们无人敢去家己计较，然后跟大家讲，众生亲还，就是讲你要去佛堂，把厝给放，不是这样，而且在老天身边，从来也没有听过这个话。老天说，你修天道由人道做起，你家庭要圆满，你天道才可以修到达。老天是这样说的。然后这个众生亲还是什么意思？圣就是佛性本体还就是身体你重视你的佛性，亲你的身体，那个才是众生亲。那家人一样有佛性你也一样要重视那个才是真理，真正的。可是我们这样一教以后，你看，给社会整个讲，你看恁迄拢厝的拢无爱顾啦，拢去钱的活动，给人家口实讲话了。想一想确实也这样对不对？以往我们都这样，对不对？很多无咧，我拢无安呢。可是我们要了解到，那个传得不正的时候，那个负面的整个都呈现。所以对我们那个批评就很多很大。那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修就是真的要当众生的马牛，就是要服务众生，怎么会反过来让众生说话呢？那一定我们有做的不妥当的地方，才会让众生说话。不然你看只要你都是真心为了众生在服务，人家感谢都来不及了，哪还会批评不会，绝对不会。所以我们要从本身做起。你家里要照顾的和乐你生病的时候照顾你的是谁一定是你的家人。那你家人你平常都不照顾的话，你生病他要照顾你所以一定都是互相的。家里要照顾好，你才能出来度化众生，成全众生。不要说家里都放着，然后就都出来做外面的事，让你心里也不安心安才理得你心不安，理哪能够得就不能够得到。所以我们了解说实在回到你金刚本性了以后没有那个法，已经没有法再让我们修了，没有，都已经到了已经没有法，所以已经实无有法，实在没有。
所以我们体会啊，这个实在没有，就已经呢，受持读诵我们金刚本性，所以一定要了解它的经义，经的义理呀，一定要透彻了解，不能说光看文字啊，你这一本啊，你诵个10万遍还成不了佛啦，你跟他比个凶，比个凶成不了的。可是你能够拿里面的出来用，受持此经，安尼就好，你细里提出来用，你功德无量无边，就可以发挥。须菩提，于云何？如来以燃灯佛手，有华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所以这边呢，前面呢，它是呢重点在德，那么这里所讲的重点是在华，有华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是有有华还是没有？看得出来吗？那前面呢他有讲如来在燃灯佛手有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那个是重在一个德。这边呢是重在一个华，这个华呢，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它就是华，它就是呢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那个华就是佛性本体。那各位学姐，我们有没有华德啊？我们的金刚本性有没有？所以我们一定呢要透彻的了解那个我们自己本来就有，我们佛性本体本来就有，本来就有，现在只是呢把它指点出来，让我们呢这个注重真正的已经呢回归到我们的本来。所以我们成佛那是我们的归属，那我们没有成佛，还在六道轮回，那我们是流浪生死，还在生死流浪。那最后我们一定呢众生毕竟成佛，只要你劈的铁板够了，你受的苦够了，你就会死心塌地，我要修，我要成佛。现在受的苦还不够了，劈的铁板也没有很厉害，所以贪念完成，后来佫讲大，佫讲大较好过日啦。若要甲家己的佛性做对头迄较艰苦。所以佛学之前讲了以后都一直在等，看看有没有人问。我修到了越修越久，怎么那个脾气越来越坏？人无人嘛。我就想没有人在这个启发佛性当下，才不会有这个问题发生。假如说你真的已经启发佛性当下，那你一定会发现，我哪会感觉呢？近来拢直直要发脾气，六根的反复啦。所以我就跟各位先讲，说你要跟六根跟佛性妥协啦，就不会有这个事。可是你假如是很气馁，一定给佛性当家，那六根一反复了以后，你会受不了的，真的会受不了，所以又有浅显问，这个真的已经做到，他做到请佛性当家，他说一直要找人吵架，他说这个要怎么应对是不是也要欢喜心甘愿受？我说不是那个欢喜心甘愿受是外来的，那个就是业力现前，业力现前你要欢喜心甘愿受，
可以了业呀，业就没了。这个内心生发出来，一直想发脾气、找人吵架，那个是从内心生发。内心生发，那个是我们在修的过程里面，佛性跟六根在争了，那个是这样，不是我们业力现前，所以不能那个欢喜心甘愿受。然后他问说，那要怎么样应对？我说你内心起来的，不要理他，不要管他，你就看着他。你要发脾气，你看一下那发，你就看着他，不要理他，这样就通过。那个六根他会知道主人弄出来啊，伊要这样管都可以啦。现在这个卑女跟奴才已经不能当家了，所以那个就成功了。所以一定要了解外来的事情，那个才是业力现前。内心生发的是我们的佛性跟六根在争，争那个前变，所以不一样应对也不一样。所以一定要会应对。当我们已经这个现象呈现的时候，一定要会应对。各位先生，心里会怕吗？会不会？我一个是无声啥讲就是安尼，讲咧咱会惊。哎呦，这安尼也无卖啦。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就是主人，主人当家，这个呢一定要抓住。你六根当家已经足久了，六道轮回一直都他在当家了，所以他是习惯性。那我们就要去了解这个习惯性，要不要再负荷，还是要把它呢中断？你就可以用智慧来裁决。我们还剩下有5分钟的时间了。那今天呢，有没有人要问问题？我们上个礼拜还留半个小时，到最后还有人发表心得，有没有人要问？好，请说。礼拜四我姑姑回去了，可是我今天去看我姑姑，她眼睛都没有闭着。我姑姑是有过的，她只会觉得很舒服。为什么？这个是放不下还是放下？对，因为我们要了解到，目睭唔关起就是他还是不是有那个家人亲人都还没有回来，他还没有看到，他不愿意闭，你要等到家人都回来了，让他看了以后，然后才用那个从他眼皮这样一摸他就闭了。还有人问吗？好，先说。有讲是有提到说，我们念头要仔细看我们的念头事情生发的，请问有讲去观察我们的念头好，请坐。因为这个我们一般社会的念佛它是最不会出毛病的。可是或许有特别就是在《大藏经》里面看到那个释迦牟尼佛跟那个舍利子讲念佛那个内容，那个完全跟我们社会在传的不一样。
他那个念佛释迦牟尼佛跟舍利佛讲的念佛完全都是在念我们的自性佛，都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可是我们现在社会上传的念佛它都是外佛比如说你念观世音菩萨你念阿弥陀佛，那个都是外向的那个佛。那我们要知道说，到底是要念外向的佛，还是念我们自身的佛？你可以自己决定因为这个我们透过社会所说的，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你喜欢念外佛就念外佛，你喜欢念内佛你就念内佛。可是那个功效完全不同。你念外佛我们心外放；你念内佛那已经就是一体了啦，没有着空，也没有着有，就是已经自己的佛性本体。所以或许有写念佛的法门。我们这边不知道有没有拿到。因为写的这个可以说太过多了啦，竟然也都忘了到底有没有拿过来这边？可以有看过吗？念佛法门有对有以前或许因为跟那个社会的念佛都完全不同，所以就特地的把它写下来，写下来拿到我们这边来。有拿来可能没有讲，也可能有讲，我都没有记忆的。像这个也是一样觉得它很好，一定要写下来。可是写下来要讲真的要有机缘要有机缘的时候才讲。像我们上次已经有讲那个修道记，那假如说我们现在在讲这个历代祖师所传承的句子这样的话变成我们都《金刚经》都忘着了，拢无咧讲拢伫咧讲好像虽然是帮助佛性本体可是我们比较没有抓到那个要点所在，所以还是我们先把那个《金刚经》能够讲完了以后我们在讲那个《涅槃经》之前，假如说有空间的话，我们再说。可是有一章那个一代名师那个可以看他不能讲说。那个忤逆罪也拿过来，就是《楞伽经》开的，那个也有拿过来。各位要的我们都可以恭喜给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贤贤，大家好！不学三道天师的老贤贤大德，以及感谢各位贤贤给慧学机会写讲。我们今天这个讲我们之前在《楞严经》43集有讲过的那个念佛圆通。可是当时是以大势至菩萨修持法门为重点。可是我们今天是上金刚经，所以我们今天是以讲金刚经为重点。然后讲的范围或许有特别用那个小箭头，然后还有一个刮胡把它刮起来。我们从那边开始研讨。那因为不学一看了以后这个确实就是我们修道追求要追求最高的程度。我们说达摩西来一至五全凭心意用功夫，全部就在这里，功夫全部在这里。所以这个意境层次非常的高，就是我们意志境界的那个层次很高。
所以啊，慧学特别在这一堂课啊，就是允许各位听不懂，马上举手发问，慧学用不同角度啊解说，只有这一堂课啊，所以特地跟各位讲，因为程度非常高，已经高到无极顶点了，没有再办法再高了。所以我们心里要有准备要静下心来才听得懂，非常高的一个修持的方法，可是我们之前讲的时候竟然或许也没发现有这么高的程度了，因为那个时候是在大势至菩萨25门的修持方法。那现在呢，我们刚好是讲《金刚经》所以以《金刚经》的角度来看这一段完全的就不一样了，完全不同。所以各位贤贤不用客气，鼓励你当下有疑问呢，马上问，这样才不会忘记等到下课再问问什么都忘了，马上问我们马上用不同角度来解说，希望能够让我们真的能够了解到我们修得到最高程度是怎么样的那我们就能开始从释迦牟尼佛一对弟子舍利佛讲如何念佛，各位有找到吗？有如今呢当知念佛是空念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跟舍利佛讲说，你要知道念佛这个事情念佛的事是空念我们呢在凡尘念佛有一个名号然后有一个佛像佛的形象那这样呢就跟这边不同了这边呢念佛的事是空念，念佛的事不能有念头啦，这样懂意思吗？不懂要马上说，念佛的事一点念都不能有这样才叫念佛啦。各位有没有体会？有没有？没有一点念，那个才叫念佛，知道了吗？念谁对，哇，这么棒呢！一下子就能够体悟到空念呢就是自性佛。那么所言处是不应念，我们所言就是我们心已经有所属我们心已经跑到外面了，那个呢是不应该念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个念佛已经呢非常的高那我们平常我们外面这个整个念佛都是有名有相它都是有所言有所攀言。那这个呢佛就明确的说所言处是不应念那你看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有没有所言？有没有？没有就是独一无二，离开众言，它独立的所以它没有所言。所以我们空念，我们这个所言处是不应念就已经把我们不生不灭的整个佛性都呈现所以一讲了以后，或许一看，哇，这么棒所以就跟各位互相的勉励。你所念空，念意不空，跟舍利佛讲说所念空，我们所念
我们有能念，有所念，能念所念空，就是已经呢到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空没有，没有能也没有所，是空。那空本身亦复是空，不要着空了。那个空的本身是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所以不能着空，是我们的本性的，是无性空能断的设想，所以这个就很重要的，那个无性空那个空空的本身它不会生，这样懂意思吗？空的本身它不会生，无性空。那因为呢它不生所以能断，就可以断掉我们的色，色就是形象，我们的色跟想念头是无性空，是这一种我们佛性本体无所攀缘的这一种它可以断掉所有形象的念头，断了设想，无性空能断设想，能断取想。那我们在凡尘为什么会造业？就是因为我们有设想，然后我们有取想，就害我们很惨，六道轮回。然后我们把这个断掉，形象我们都不住在心中了，然后也不取相了，那么世人尔时不得有想，何况一念？这个人这个时候已经一点点念头都没有，何况呢一念能够生发，就是没有，全部都没有，高不高？高，程度很高所以或者就讲说这一篇可以使我们抓到修道的重点，要知道怎么修在这里面都交代，交代要怎么修，把设想断掉，把取想断掉，我们烦恼我们凡尘的六道大概就没有了，所以最难的就在那个设想跟取想我们很难去断，那很难断的原因就是对自己不生不灭的本体那个自信都不够，我们对自己佛性的本身自信也不够，所以我们已经到达都没有这个念头了，那个恢复了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回来。那么世人尔时都无所有，所以各位姐姐，我们假如说全部都无所有，不奥妙？都无所有，就是拥有所有一切已经都无所有，你有所有你就失掉所有一切了。你无所有，什么都没有，你就拥有天下所有一切，好不好？没有？真的是一个意思有时候都不是说字面你能够知道的，一定要知道背面它深里面的深层里面的那个精髓所在，它到底在讲什么？已经都无所有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在凡尘有形有相我们能够拥有的都非常有限，一点点而已那我们就满足了。那假如说我们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的话我们就真的很宽广，非常宽广，宽广到整个宇宙天地都是我所有，不好没有？所以我们就是要体会真的无所有了，我们不要在那个狭隘的小地方小东西我们去住在形象，那个都是过眼云烟马上消失就不见了。
所以啊，我们了解说我们都无所有极昧无限，极昧我们了解到极昧就所有的生昧都灭掉了，极昧极如如不动了到了极昧的状态这个时候我们就已经恢复到本来，我们佛性本体的那个本来就已经恢复极昧无限已经它不会这个生花，所以不及诸想已经不生花所有念头，不生花所有的一切形象所以不及诸想，所有的想我们都没有了灭一切法，把所有的华都灭掉这个华包罗万象，只要我们这个看得见、听得到、摸得到、想得到，都称为华，把这一些华都灭掉，没有了灭一切华，这样子是则名为修习念佛，修道学习在念佛，这样会念了吗？安尼才好做咧念佛啦。你看来甲凡世间人讲等下甲你讲，你咧讲啥？完全都不同这样才真的叫念佛。什么样念佛？念了我们自性佛，完全都不跑到面了，一点点形象、名称都没有，全部没有所以或者说哇，这一篇真的来讲《金刚经》是最棒的。刚好在讲《金刚经》的时候上个礼拜前贤不是问说念佛法门吗？有没有促成今天的因缘或者回去才会看，不然或者家里也没有早期提供说有了，那一张有了拿给或者看以后赶快把它印用那个小箭头画下来，然后拿去印今天我们就可以看所以促成了这个因缘，我们有办法讲这么高这么殊胜。好，请说。我想请问一下，你现在那个信在的我们要知道有时候那个我们大部分用性的范围都是以我们佛性为对象所以他假如说有特地另外别的地方用，他有别的地方的意思在这个地方的无性它就是说它不生花。那我们假如说用佛性，那用佛性我们会用如来藏，那如来藏含藏万事万象它就不是无限所以这个地方的无限，它特地用在我们念佛，不使我们心外放去攀缘，不使我们生花念头，所以那个念佛的性是无限，让我们已经不会再一直绵延不绝看到一大堆都没有，全部都没有，这样了解吗？因为我们对性的印象都会说佛性所以在这边佛特地用在念佛法门他用无性，他用无性的这个无性，他是说我们的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它不是原来的如来藏含藏万象万事，而是说佛性本体它本身不生花万事万象不生花，无没有，那没有我们才真的叫念佛啦你有的话一攀岩一竿跟他巴掌就没完没了所以这边呢用无性来说，所以或者很喜欢真的问到重点，因为我们对性的认识就是说这佛性
哦，不会说啊，性里面还有特地的用法。哦，你看佛用在念佛法门讲无性，跟我们讲佛性是不是不同角度？我们要了解啦，哦，一定呢不能在文字里面就死掉了，一定要活用，要了解，因为后面又接着说不己知晓，假如说有性的话，它会收集很多的那个念头。因为有性的就会生花嘛，它无性它不生花，就不收集再有的念头啊。这样了解了对，所以我们呢是一段不求快，要快要求了解。比如说这个无性是跟那个五祖同仁无子的那个有情来下讲，因地果谈生。无情亦无性，无种亦无生，无性亦无生。这个无性是跟那个无性。它的含义有一点相同，因为它那个在讲的时候说我们有情的众生来下走，然后因地果完生嘛你假如说你种那个佛因是种在无情，种在石头或种在木头。那它不会生花佛音是这个意思就无性了无性亦无生。对呀，它那个石头它不会有那个生性无性。对。这个无性就跟这个无性是一样。它讲是不同角度啦，因为佛在讲念佛法门的时候它比较专那个在说的时候它是比较一般化，我们一般的用法，一般我们社会完成的用。释迦牟尼佛讲这个念佛这段它比较专在我们的那个念佛那个法门。好，请说。那个世人在念阿弥陀佛，那个就是有为法。因为透过嘴巴在念就是有为，那我们今天我们念佛圆通这边讲的就是无为，就是回归到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这是无为的，不是就是不起念这才是真正的念佛，是这样的意思。好，请坐。假如说我们这样解说的话，那还不够高，因为还在相对啦，它这个是绝对。是一个绝对，没有相对。我们说念阿弥陀佛，各位同学，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寿我们的佛性就是无量寿，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也是在念我们的自性佛。可是我们在念的心态已经向外化，阿弥陀佛有一个形象。然后有一个名称，我们在念的时候心已经向外化了。那这个地方它完全都没有，它完全没有两边对待，它既不着有，也不着空。所以我说最高就是这样。我们有时候说不着有就会着空嘛，不着空就会着有，会两边会有着一边，不然我们就着中道。就有着的时候了，可是这边他一开始一讲出口就让什么都无着，所以后学才说这个法门真的很高。我们说有为无为也是两边对待，因为有为才出那个无为来对。你只要说没有为，无为就不要了。有为无为两个合了以后它就又恢复到本来了。所以我们要知道有一些呢它是可以就是笼统的，有一些呢它比较专门。那我们就是看我们研究那个时候的状态。状态呢，是要专注的，那我们就要用专注的角度来看待问题。
那假如说我们是用一般通俗话，大家都能够懂、能够知道，那就用比较通俗化的角度来面对，所以都不同的。那我们研究就是要活泼啦，要知道，要了解。所以这个修习修道学习念佛这样才是正确。不即知晓，昧一切法，把所有的法呢都昧。所以我们了解，我们讲佛性的时候佛性是它是如来藏，含藏呢万象万事是有，虽然说当下是没有，可是它含藏有可以生花。可是这边呢，它已经把所有都昧了，昧一切法。所以不即知晓昧一切法。那么念佛名为破善不善，一切觉观。我们要念佛呢，那个念佛那个内容，它名呢就是代表我们要念的内涵，就是要破善。你看连善都要破掉了。各位就可以想象高不高？我们凡尘假如说你跟他讲说要破善，然后你这标为听，连善也要破掉，破不善才对为什么连善也要破掉？所以就可以知道说，这个很超出的啦，不是我们凡尘一般去在两边的就好不是那样。他是把两边全部拼除，两边全部都不要，都拼除，善不善一切的觉，一切的观。那我们要了解我们在凡尘能够留得下来，能够发挥的是什么？就是觉观、觉跟观。现在呢，连这个呢都要把它呢破，觉观都要破掉。你不能有觉有观，所以或许就讲说太高了，真的不容易懂。因为各位浅显，为什么说有觉有观就已经是实以生灭法，能觉所觉，能观所观，有没有能所？高不高？是不是生灭？所以你看连觉观都破掉，是不是把能所都破掉？所以就已经呈现了我们金刚本性，我们的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全部都出现，所以整个讲出来全部都是了，都是我们呢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或许才说我们这一堂课很特别，这个因缘很殊胜上个礼拜浅显没有问的话，我们还没有讲这一段。无觉无观，居然无想，名为念佛。佛呢就做的结论了，说得会安无觉无观。你已经没有觉了，也没有观了。你看这个跟我们凡尘拢无觉无观的都没修什么都不用了。你看差多不多？真的天差在地天地之差，真的差得太多。极然已经到达如如不动那一种极然。所以我们了解说已经一点点念头都没有，极然无想，这样呢才叫做真正的念佛，名为念佛。何以故？就讲原因，为什么要这样呢？不应以觉观意念之佛，不应该呢用觉跟用观来意念之佛。这个是我们凡尘的现象，凡尘都是这样，
都是用觉跟用观啊，跟用意念来呀念佛，都是所有的佛啊都是这样的方式。那么无觉无观，名为清净念佛，已经没有觉也没有观，这样呢才叫做清净的念佛。所以我们假如说心理幸福啊，没有听一段时间啊，来上这个课当然去用念头啊，拢完全拢跟社会拢袂合，整个都不行了。因为我们整个推广都不是这样，这样真的差得太远了，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有这个4年多的兴许呀，也才敢讲这一堂课啦。4年多都不讲的话，我们大概看一看，好啦，后日再有机会再讲，也不敢说。那已经都有这么久的时间了我们大概可以慢慢消化，慢慢了解说，完整的修持方法，完整的认知，跟我们到底差得多远？那我们想追的，我们想修的，到底什么样是正确？都有明确明确交代。所以我们了解到，已经呢无觉无观，这样呢才叫清净念佛，没有觉观了，心都没有外放了，这个时候才是清净的念我们自性佛，我们金刚本性都已经清净了，我们都念了，这样会念的吗？回去以后念念看。真好念吗？好不好念？所以当你体会的话很好念，表示说你可以放下一切了，你所有一切都放下了，很好念，就是金刚自性。你什么代志拢甲你卡条条，你拢真快念。安尼念袂成啦，知道吗？所以你有法度拢放掉的时阵足好念，一声就拢念金刚自性，好不好用？比那个万年放下还好用，这个还马上念到金刚自性，你万年放下还过了8年也放下不下，所以我们了解到我们已经无觉无观了，已经身上所发生的所有情绪都不见，都没有，你有觉有观就有情绪了，你无觉无观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的话，清不清净？清净念佛不是金刚自性吗？对不对？好念足好念就看咱轻放落来唔轻啦，就回去告诉自己，凡尘事放下放下，放下念金刚自性，安尼就行啦，安尼样更容易等咧考虑啦，考虑讲通啊唔通。很多呢，可以说了，我们都放不下，真的在生活之中，很多我们都放不下，像教导小孩子教导子女成长的过程很多都有自己的意见孩子有孩子的意见然后沟通不来，放不下，就摩擦了。我们想一想生活上就是充满这一些啦，都是无所谓的，无关紧要的，我们都搁在心上，
生活就呢过得不怎么如意了。很快一转眼一生就过了，时间不等人了。我们说较慢再来念，较慢不是待伫个土地就烧掉去啦。所以我们真的到达身上呢什么都没无觉无关一切都没有，都什么都没有的时候这个时候叫做清净的念佛就是念我们金刚自性。那么以此念中乃至无有微细心所以各位先生，以此念中的念就是我们金刚自性以此念中这个念就是我们的金刚本性在本性之中乃至无有微细心，一点点微细的心都没有。你看交代有详细无？有没有？交代的有够详细啦，就是这样，一点点微细的心都没有所以这个很高的修持法门没有微细心，没有心念业何况呢身口业，心念业都没有没有身口业心呢就是意心意全凭心意做功夫嘛然后我们就了解到我们的这个全凭我们金刚心金刚本心，然后专一的意念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真的修成。又念佛者离诸想念佛者念我们金刚自性者离开呢诸想，不能有念头啦，不能跟呢我们企图相结合。诸想不在心，所有的想呢都呢不在心无分别，无名字，无障碍。看看我们金刚自性这么逍遥它没有分别它也没有名字，它也没有障碍。可是我们现在反过来看有分别，有名字，有障碍跟这个呢都相违反所以这个勉励我们自己佛既然这样跟我们讲我们就努力说真的到达无分别状态已经都全部是一体的有分别就不是一体所以一体没有分别也没有名称了，名称是凡尘要用我们不在凡尘就不用了也没有障碍，有形象你才有障碍，然后我们已经没有形象了没有障碍，无欲无得，不起觉观所以这个每一句讲出来都很难做了，可是都是一个最高指导法门，都是指导我们前进就是要这个样子这个无欲，没有欲望。我们为什么会造了很多业？就是这个欲望害我们我要为了这个我要害死了六道轮回脱离不了。那假如说无欲又无德我们最困难就是无德。我们都要想要想有所得啦拢无德哇变成我活咧要创啥拢无德没有得到什么我们一口气不来我们得到什么？
真的什么都没有哦。所以我们呢，这个通达看较开的哦，这个无欲啊，无得没有这个欲望，然后呢也不想呢拥有什么无欲无得，然后又不取觉观这个不取觉观最困难了一定呢我们都会去欣赏的什么那个欣赏就是取觉观有觉有观那若无觉观刚刚有一点像那个老人痴呆老人痴呆有没有觉观？无觉无观，好像我们要修到那个样子。可是老人痴呆是年岁这个成长器官老化，我们器官都老化了。可是这个是我们修的，修到达的修呢到达那个无觉无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修有觉有观容易你修到无觉无观真的很难，很困难所以几个字就让我们努力几十年，就是要这个样子要努力朝这个方向努力，无觉无观不取觉观，何以故？为什么呢？随所念其一切知想皆是邪见我们随着我们念头所起来的一切念头所想起来的呢，全部都是不正确的见解，邪见就是不正确的见解就是不正见不正叫做邪皆是邪见。舍利弗，虽无所有无觉无观无生无昧已经呢随着我们无所有我们已经都全部什么都没有了就剩下金刚自性我们只有金刚自性了什么都没有了那个时候无觉无观无生无昧，这个时候叫通达四者是名念佛，能够通达这样才真的叫做念佛了。各位就可以知道说，哇，这修观观到无极无极无到极点的啦真的很高可是让我们知道有这个这么高的法门要我们去修，要我们去做。我们现在离这个法门还差多远让我们自己知道知道了以后努力就有方向了。如是呢念中无贪无着就是在这一种通达念佛的这个状态之下那个念就已经呢是金刚自性了这个念的里面它一点贪也没有，一点着也没有，无贪无着。所以各位学姐，我们生活在凡尘要说无贪，要说无着，真的都不敢说了。一点贪呢，它一点掉着。假如说我们很欣赏美丽景象，着不着？就着。无着嘞。可是也不是起厌烦不是说无贪无着就起厌烦，没有所以就是要了解到这一种修持的状态我们本性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让我们呢能够有努力的方向，无逆无顺无明无想这整个呢
所出来的这个文字啊，名词啊，可以说都不多了，文字很少，可是要做却都是很困难，很难呢，去做。舍利佛，无想无语，乃名念佛。我们都没有念头了，也没有讲话了，这个呢才真正的在念佛。世中呢，乃无微细小念啊，一点点小的念都没有，何况呢出身口意业，小的念都没有了，那出的身口意啊更没有。那我们会有六道轮回啊，就是因为我们就是身口意啊造业，所以啊身口意业啊不作恶，莫恼世间呢知有情。我们就是要了解啊这个比丘的偈语啊，开头就开始教身口意业啊不作恶，因为身口意啊害我们六道轮回。那我们现在连身口意都没有，那怎么去造六道轮回的因啊？没有因可以造，要造因的工具啊，我们都收拾好了，都没有办法造因啊，所以不烦恼六道轮回。无身口意业处，也没有身口意业的地方所在，没有。无取无舍，没有取舍。我们因为啊有取舍才造了很多业。无争无受，无念啊，无分别，没有争受。我们这个在凡尘生活啊，假如说没有跟人家争讼的话，好像会很这个静默，拢无话通讲，所以就加减到嘴讲，所以啊，我们了解说修道呢，佛性本体回来了以后啊，没有这一些东西啦，没有争讼，然后没有念，没有起心动念，然后也没有分别心，无念呢，无分别，空寂呀，无性，灭诸呢觉观，是名念佛。所以啊，佛都一再讲这个灭掉所有的觉观啊，可见觉观对我们的影响很大。那对我们修正成佛啊，也是这个影响非常宽广。我们假如说觉观太强烈啊，表示说还没回到呢这个佛性本体回来，你已经没有了。没有能觉，没有所觉，没有能观，没有所观，已经能所双泯了，已经恢复到金刚自性了。好，请说。好，请坐。因为我们在凡尘我们落入凡尘啊，就是已经可以说生活之中所有的那个觉跟观都不是很正确啦。我们现在不要说讲现在这个法门，我们讲正常现象的那个正觉正观就已经很不容易啦。因为很多现在一些都已经是非不分了。真理不明，所以讲出来以后明明是很对的，就被整个抹黑了。明明是错的被捧上天了。所以你对这个你就看在眼里，看在眼里对你产生挫折。为什么？不合理。那不合理不合我们佛性本体。那不合我们佛性本体我们看得难过。
可是啊，我们没有能力啊去改变现象，所以啊，从自己内心建立啊正觉正观，觉是正的，观啊是正的，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这个觉是佛性本体，观呢是佛性的造用，听懂吗？觉啊是佛性本体，观是佛性造用，它的功用，一个是本体，一个是功用。那我们我们用佛性本体用觉的时候，你用在正觉。正觉我们你看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就是正等正觉，是正觉才可以成佛。可是啊，我们现在各位就可以了解到，你做得很正，你不一定受人家欢迎的。你做的歪斜啊，可是啊，人家很多人都捧着你。那为什么有这种现象？就是表示啊，正觉消失了。就是我们佛性本体啊消失了，没有了。那没有的时候啊，整个我们要知道弥漫的这个气氛啊，它已经缺少浩然正气，天地没有正气啊，邪气来侵，邪气来侵的时候啊，我们百姓遭殃啊，有灾难天灾人祸都呢接连而来。这个就是因为正觉没有然后啊，我们那个正观啊更缺少。正观就是社会的正义人士啊，发出怒吼，告诉大家要呢拥护真理，社会正义啊要维护，不然你看那个无缘无故啊，一个人拿着刀子去3分多钟杀28个人，无冤无仇。那个什么天下，在捷运车厢里面啊，坐在他旁边的，最倒霉了。他开始杀人的3秒钟，杀死3个人，1秒钟1个啊。你看那个力道啊，那个解剖的时候说，这个都是要人死命的。从那个肚子插进去，拐上来心脏，一刀毙命，1秒钟。所以我写说电视报道的太详细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从那个龙山寺到江子翠啊，他开的时间3分多钟了，杀28个人，4个人死掉。所以我们就想一想，没有人跟他有仇恨呢。他拿起来从那个龙山寺啊那个捷运车厢门一关，开始杀人，杀到那个江子翠停车跑出去，28个人。你看他父母亲出来跪着向大家道歉，人家都还说他作秀，时间太慢，7天才出来。你看父母亲养孩子啊，那个养孩子很辛苦竟然养到这种孩子，父母亲蒙羞了，都抬不起头，往后看怎么做人啊？所以啊，我们了解说这个为什么？因为正觉正观没有消失了，所以我们呢真的是修道人啊，真的就是要把这个匡正扶正啊天地的正气，要有浩然正气。你天地有浩然正气了，我就说他开始要杀人，你一个充满浩然正气就在他前面，他敢不敢动？天地的浩然正气呀，自大自刚。你那个邪气呀，你遇到了，
马上降服了。所以啊，我们社会现在，你看哦，一个智障者在咧玩那个计算机呀，动作大一点呀，要砍人规个车手直直走啦，大家咧走啊撞啊，雨伞落去，目镜落去啊，手表也落去，惊弓之鸟。我们台湾安尼大家安尼互相扶持安尼几十年，去安尼3-4分钟破坏，大家拢互相猜忌。即马坐捷运大家拢养成动作，左关关右关关。然后礼拜4或者去上课，刚好不知道什么原因一直打嗝，旁边坐了一个阿伯听到我咧打嗝直直刷，刷到隔一围过啦，差我本来坐伫我隔壁看我咧打嗝了，坐到位隔壁坐椅下去，我讲这厉害。人与人之间互相猜忌，所以这一种生活要不好过，要互相照顾温暖。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那个想伤害人的人毕竟是微乎其微啦。可是只要你发生一个，不得了了。你看那个搭捷运的人一天就减少7、8万，唔敢去坐啦，坐捷运唔当叫抬死，就这样。所以我们要想建立那个祥和的一个社会它很困难，要破坏很快，一下子就破坏了。所以问到说这个正觉正观，因为我们讲的觉观已经超出这个太远了这个因为有觉有观是在我们众生的知觉之内。那我们要知道，我们修到真正的回到本来到无极的时候我们那个能知所知、能觉所觉都去掉了，叫无知无觉。那你无知无觉的时候就无所不知无所不觉，知道吗？就像我们一无所有的，就是你拥有全部的天下。你说你拥有的，你就是一点点，这样知道吗？不苟同啦，你咧讲的拢讲遐悬，爬袂起哩。不过要了解到真理是真理，它是永远在的，看你要不要研究。你看我们自甘堕落，上天没办法了，你自甘堕落受苦是谁在受是我们自己在受你一直受一直受，受到苦已经没办法受的时候你才肯回头了。所以我们踢的铁板都不够了踢得很够的时候死心塌地回头真的修道不来凡尘受苦了，那个才真正的成功了。可是我们很少人会遇到这么挫折因为多多少少都有做善事所以那个挫折就不会来就没有机会遇到。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现在用理智来判断用我们自己的抉择来决定，看看我们的人生要怎么走我们的一生我们自己掌握要怎么走看呢是要继续走六道轮回，还是呢想呢这个超出呢我们这个气数，可以回到无极回到无觉无观寂然无想那个状态那个时候就全部
无所不知啊，无所不觉。这样觉观跟我们在讲的觉观能够分辨得出来了吗？都没人要跟我赢。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在凡尘在讲的正觉，那个觉就是正确，就是认识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然后从佛性本体发挥，来做事，来做人，这样的话，你发出来的那个观就正确了，因为从佛性本体发挥出来，那个功能作用就正确，所以正觉正观，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危害到整个社会，不会危害到人类。那假如说我们要更超过一层，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法门啦，无觉无观。安尼分得清袂？问个人啊，问个人不爱跟我赢。念性呢，尚无啊，何况呢念处？念性，因为我们那个念的，它呢会自己生花，叫做念性。念性尚无，念性它不会生花念头，没有。那何况呢？那个念的地方所在，更是没有。所以念性尚无，何况呢？念处。可就可以知道说，这一篇讲的真的是太超越了啦，太超越我们凡尘所研究的。大概或许讲，将近5年了，第一次讲这么深入的。是故如来说明念处。就是因为这个状态之下没有办法来称呼，没有名称，所以呢，如来说称性而说，就是它的名称叫做念处，就是一个暂定的一个名称而已。舍利佛，知法若有决定体性，如犀毛华100%者，是则知佛不出于世。所以佛就明确的讲，说我们凡尘的知法，知就是很多了，很多的法，假如说有决定的体，有决定的性，好像我们分析我们的头发，一只头发把它分成100分，而1%是真实的有，这样的话呢，佛不出现在凡尘，这样懂意思吗？就是我们凡尘没有法是决定体决定性，没有体没有性，安尼知无？其实他在讲的意思是在讲背后那个啦，背后表面是在讲说那个假如说有体有性佛就不出现于世。他讲说没有体没有性是在讲什么？那个是文字背后的意思。因为或许说这个也是要讲出来，领悟不容易这个没有体没有性就是我们金刚自性你看不出来看不出来，对不对？有体有性那佛他不出现在凡尘，为什么？全部没有。他没有没有的那个没有是什么？就是我们金刚自性。
有没有很奥妙？哦，所以啊，或者讲说哦，当你在看这一段的时候啊，记得看文字背后的意思，不要看文字表面。哦，文字背后的意思啊，才是重要，才是佛要表达的。哦，那个最重要的哦地方所在。义中呢不说哦，知法性空。假如说哦，这个知法哦有决定的体，有决定的性，那呢知佛不是现在凡尘，也不说知法性空。哦，知法的性啊，哦空。所以啊，我们就了解到哦，这个凡尘讲知法性空呢，就是我们呢这个方便法门，方便法门，方便说法，哦，方便法门。舍利弗，哦，知法实空，哦，无性啊一相，所谓无相，哦，所以这边呢又讲说知法，哦，实在啊就是空，哦，万法实在呢就是空，它没有性，只有一相。什么相？没相。这个没相哦，所谓无相的这个无相，就是哦不要说的那个啦。如来悉见，哦，你进入啊，哦它能够感应而来，你就看得到。体会有无？就是咱的金刚自性啦，有无？我讲莫讲哦，唔知要偌久才看会出来，规讲会较紧啦。唔通讲就看轻嘞。我安尼我拢免去受就会晓啊。还是要领悟哦。所以啊。这个如来的悉见到什么？已经见到金刚自性，已经见到了。我们见到了没？这就是讲哦，无甲你引歹势啦。如来已是说有念处，就是因为这个样子啊，不能不说呢，那个是什么状态？所以啊，假名来说，有念处，有念的地方所在，舍利弗念名为无处，无非处，又把这个念处啊，或者就讲，那个念啊，就是我们金刚自性，那个念的地方所在啊，它是没有，无处，不是一边的。连那个无非处那一边也不是都两边都不是。无念无念业，没有念也没有念业。然后啊无想无分别无意啊无意业，无思无思业，无法无法相，皆无和善。也没有和，也没有善，是故贤圣名为无分别者。这个贤圣呢他的名字叫做已经呢没有分别的无分别者。那么结果又把它落入四名念处。念处啊，就是这样。虽然是假名，可是啊，里面的内容佛又加以解说。那么如来已是说，有念处，随顺啊，无所有故，名为念处。随顺啊，无所有，随顺我们金刚自性啊，无所有，这样呢，它的名称啊叫做念处。
那么随顺念佛，名为念处。随顺着念佛，它的名称啊，叫做念处。舍利弗，因何名为念佛？怎么样叫做呢？念佛，见无所有，名为念佛。会晓袂？已经见无所有啦，你看什么拢无啊？安尼就是咧念佛啦，有够简单无？你若看到什么咧念唔对，什么拢无看，对啊对啊，会了吗？不要听一听以后反而越迷糊。那么佛要讲舍利弗，知佛无量，就是没有值也没有量，不可思议啊，不可称量，所以我们了解说，已经到达佛的那个领域啊，它没有值，也没有量，都不能够用我们凡尘的这一个形象来比喻。那不可思议，就是不能呢，用心思口意，不可称量，就是也不能够用呢，那个大小多少啊，来称量。以是义故啊，见无所有，名为念佛。就是这样的原因啊。你看到啊，无所有，什么都没有，这样呢就叫念佛。那个实，就是实相啊，名无分别。那个实啊，实实在在的，就是啊，无分别。知佛，无分别。所有的佛呢，都没有分别，是我们众生在分别啦。有很多的佛，那么以是故言，念无分别即是念佛。念没有分别就是念佛。我们念有没有分别？都有。我们的念都有分别，所以不是念佛。念没有分别的，就是念佛。那复次，见知法实相，名为见佛。看到知法的那个实相呢，就叫做呢能够见佛。所以我们了解说，知法的实相，这个呢或许做一个比较简单的比喻让我们都可以说一下子就会知道。我们看到我们都有匾额，对不对？还有字，有没有？那我们看的那个印出来的字啊，那个都是虚像、假象、幻象。实相啊，就是白纸啦。那有看到实相不？有没有？你看容易了解对不？实相啊，就是已经表面的去掉的，已经进入到里面了。咱那个字的表面拢去掉，内底的白纸的做实相啊，那个字有做虚相、假象、幻象。这样知道吗？所以我们要见实相。我们做事也是一样都有一个假象，爱好看，然后有实相，实用，实用的重要了它那个相啊，很快就变化，所以我们呢，就是进入那个实相，见到知法的实相呢，就叫做呢见佛。就已经呢看到佛，那何等名为知法实相？所谓知法毕竟空无所有，所有万法它毕竟呢都是空无所有，全部都是没有，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跟我们凡尘所谓的念佛真的是差别非常的大。
于是啊，毕竟空无所有法，念佛，用这个毕竟空无所有，来念呢我们的金刚自性，念佛，复次如是法中，这一种法乃至小念啊，尚不可得，一点点小念啊都没有，是名，是它的名称啊，叫做念佛。舍利佛是念佛法断了语言道，要念佛的方法就是啊，不能用语言来说了，过出啊知念，就是超过出过我们的念头，不可得念，有念的都不是念佛，没有念的不可得了，那个才叫做念佛，舍利佛一切之念啊，皆即昧相，所有的念都是即昧，都没有那个生昧，都已经呢到达即昧。那么随顺是法，我们随顺的这个即昧相，此则名为修习念佛，修习学法念佛，不可以摄念佛，不能用形象，那个色就是形象，不可以用形象来念佛。何以故？念色取相，假如说我们念头里面已经有这个色，已经起形象，贪味为识，已经呢贪那个味道，已经有认识。无形无色无言无性是名念佛，没有形象，也没有颜色，没有言，也没有性，这样呢才叫做念佛。是故当知，无有分别，无起无舍，是真念佛。各位先生会了吗？会真念佛了吗？可能拢无啥啥，听到那会讲啊这样超越，这样深的程度，我们4年多来都没听过，也没讲过了，没有讲到呢这么深的这个程度。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不知的我们没有学的真的很多。佛呢，把它点出一点点，让我们稍微宽广，说原来有这么高的法门，我们呢都没有去探讨，不知道，以为我们所知道的就已经很多了，原来还差得很远，所以或许才好，虽然很高，虽然说不容易了解，可是讲下来毕竟呢有影响，最起码对我们一个引导，对我们自己的那个思想那个理路可以引导更高，到达很好。请说。这个无取无舍怎么解释？有这个我们喜欢就取了，我们不喜欢就舍了，有取舍就是有喜欢，有讨厌，我们讨厌就舍了，去掉我不要，我们喜欢就想拥有你无取无舍，没有喜欢没有讨厌，是不是着相跟着空？它倒不是这个样子，它完全是一种心理状态我们想拥有跟想排斥2个状态，取是想拥有，舍是想排斥，是一种心灵状态，没有取舍我们就不列入两边对待了。有取舍我们造业就是从取舍来，有取有舍我们就会造业。
所以佛又讲若人啊成就如是念者啊，欲转四天下地，随意能转。假如说我们已经成就如是念，就是成就我们的金刚自性已经成就了，要转四天下，就是东胜神州、西牛贺州、南赡部洲、北俱泸州四天下我们住在南赡部洲那我们想转四天下随意能转，就是有很大的那个能量有很大的那个佛性呢大用在，亦能呢降伏百千亿魔也可以降伏百千亿的魔，就是已经呢都金刚本性发挥的淋漓尽致旷蔽无明那么大的功能都呈现了那我们呢那个蒙蔽无明把无明呢这个去除掉就很容易了从虚诳也起无决定相这个无明呢都是从虚诳这个缘起虚诳的因缘起来的没有决定相，它都不是呢固定的。那么是法如是呢无详无细论，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在凡尘要讲说没有细论细论各位知道意思吗？就是讲出来话有讲没讲都没关系的，那一些演戏的台词啦，讲出来拢无义理的，无讲嘛无要紧的，讲出来咱平时咧讲话讲出来拢凊彩讲的安尼叫做细论那佛教我们说呢，在生活之中就呢不要讲这个细论，因为对我们没有帮助无生无灭不可说没有生灭也呢不可说不可分别，无暗无明魔若魔明所不能测不管是魔王还是魔的部下呢，他不能测这个金刚自信修到这一种状态是什么样的那个能力？但以事实言说用我们凡尘的语言来说，有所教化而作是言，就是因为要教化我们的这个凡尘才讲的啦。假如说不教化凡尘根本就不讲了所以为了要呢教化我们凡尘，然后才说汝念佛时莫取小想，莫生细论，莫有分别所以这个交代到后来导师没有那么高了，说呢念佛的时候念我们金刚自信莫取，就不要起小想那个小念头你都不要有莫生细论不要有一些讲出来没有道理的话那些论调就不要产生莫有分别，也不要有分别心何以故？为什么呢？是法皆空，无有体性说这一些这个小想细论分别都是这个法都是空它没有体也没有性不可念只有一相，所谓的无相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很高的最重要背后的就是金刚自性，是念真实真实念佛这样呢就是真实的在念佛
所谓啊，无生无灭，无相无为，何以故？如来呢，不名为色，不名为想，不名为念，不名分别，不顺，不逆，不取，不舍，非定啊，非慧，都没有落入啊，一点点，那个我们所想的，那个里面的内容。非名非无名，如来不可说，不可思议啊，无相。如今呢，莫乐啊，取相，莫乐呢，细论，所以佛的一直告诫啊，我们不要取相，不要有那个细论。佛于知法无执无着。佛呢，在所有万法里面，没有执着，也没有着，不见有法可执可着，没有看到一个法呢，可以执，可以着。世人于佛由上不得，何况呢，于念，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人呐。对呢，这个佛的状态呢，都还不了解，那何况呢一念呢？怎么会知道？怎么会了解？舍利佛如是教者啊，名善知识。说这样来教人的话，就可以称为啊，善知识。第一义中啊，无有决定。在第一决定义里面啊，它是啊没有决定。这一段呢，或许也只有知道说是在大藏经抄出来，可是因为抄这一篇的时候啊，他的目标是大势至菩萨修持法门那个念佛圆通，并不是呢要到我们讲金刚经的时候啊来加以宣扬，这个是因缘际会啦，才看到说。竟然都在讲金刚自性，这个从刮胡里面全部呢都是在讲我们金刚自性可是各位浅显，你从头到尾有没有看到4个字金刚自性？没有，全部没有。可是他从头到尾全部都是金刚自性，所以或者就讲南无西来一字无。全凭心意做功夫就是这个功夫啦。要我们做功夫就写在这里。可是我们看不懂嘞。各位看得懂吗？所以这一段呢，是佛对弟子舍利佛所说的念佛法门。和凡尘流通的那个念佛有点差别。佛所说的已经回归到真如本体，值得呢我们追求。即所谓的理性念佛，念佛呢即是念心，心跟佛一如，能所不二，即而常照，是无念而念，照而常即是念即无念，了知佛即是心，心即是佛，心佛见明，心也明灭了，佛也明灭了，见也明灭了，能所没有能，没有所，没有事相，没有三心，前往了。我们在凡尘六道轮回里面之前都消失了，寂然不动。回归呢到我们的佛性本体了，湛然常住。但是菩萨呢，摄念佛人归于净土。言明呢多摄6根所以非指口念，非意识心念，不是嘴巴在念不是心在念。是我们人不生昧，延沾根性，根性真心而念，
是佛对呢，舍利佛讲的内容，因地心呢，非常的这个重要，用不生不灭的心啊，念不生不灭的佛，因果呢，一致啊，绝对啊就成就。那在以净念啊相聚为缘，那只是构成，乃至心中呢，那一念是清净之念，若有所思啊，不管是何内容，皆是呢，妄念，必须呢离却语言文字形象，所有一切啊，世间出世间之事啊，全部呢都远离。结果呢，我们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呢。可能这个解说的不够详细了，所以时间才这个留下还这么多。好，请说。想是要做到这么高的密佛法，在做的时候会习气很重的关系，还是会生发一些那还是要在先做的那个好，请说。所以我们是先把这一篇先了解。当然，我们要做到这一种状态非常困难。可是我们要先了解有这个法门，有这样的状态，有这个程度，让我们有一个目标可以追求。那我们呢，在完成的这个念佛啊，可以说我们有方便法门可以来先自己做，就是念自性佛啦。我们念佛就是口念心念嘛我们现在里面讲的就是这个样子，大部分也都是这两个方法，不是用嘴巴就是用心嘛，口念心念。那我们现在就是用我们的意来念，就把那个专一的那个意我们来念自性佛，这样或许发现到比念佛还要来得简单扼要。我们呢这个两眼这个闭下来，然后静守着，然后那个专门用心意来做功夫了。我们用专一的心意来念金刚自性，这个时候你就回到你的金刚自性，反而我们会进步得很快。为什么？因为你从金刚本性发挥，这个时候他假如说生发意念，有起心动念，你那个知觉特别敏锐。你发现起念，你马上知觉，它马上消失。可是又一会儿来了，来的时候你又马上知觉，它又消失。你就这样连续做，不要很长的时间你会发现，它来的那个没有那么密了，会慢慢的越来越稀稀疏疏了，越少。越少的时候你就可以等于是守住你金刚自性的，就不用那个时候就等于不用再念了，就已经全部都是念的本身就是金刚自性。这样或许反而发现会比我们嘴巴念用心念还来得实际，来得效果大。各位觉得可行吗？可以做更容易的。
比万年放下更容易的。哦，有空呢就坐下来静下来，哦，等于是啊，哦，无所有了。哦，我们刚才讲的无所有，全部都没有了。没有的时候啊，我们现在啊就专门进入念，就是我们的念中了。念中就是金刚自性，我们进入念的里面，哦，金刚自性里面，你进入里面了，啊，你就守住你那个念，看它生不生，哦，它起心动念生，你马上发现。哎，生念头出来哦，哦，啊，你马上发现，马上能够遏制它，不要再生了，哦，你只要发现它就没了啦，哎，啊，再守它再生，你再看，这样哦，一段时间，可能不要1-2个礼拜哦，你会觉得说没了，哦，那个起心动念都解决了。很久都没解决的问题呀、哎，竟然做这个法门，哦，解决了。哦，各位可以试试看。哦，因为这个也是干货学才想到的。啊，因为前问起啦，想说对哦，这么高怎么练啊？哎，先从方便着手。哦，还能够从念头。各位前记得，念的本身就是金刚自性。念的本身，哦，不同的地方在这里。念头念的本身，我们起心动念都有内容，对不对？那我们现在那个念的内容就是金刚自性，安尼样没？哇，个加一个撇步出来，要多一个法门。不过这个好哦，这个来修会很实际呀，因为抓到一下子抓到本体，我们又借着这个课把那个葛藤啊，那个枝干全部去掉，只要根源就好了。侯讲师看法如何？有两种那个想法就是跟一种相关都是比较有产生的感觉。哦，跟易手相关哦。因为观念方向是主要念，然后念的人都是守住念，守住金刚自性。那我们易手相关，其实也是守住我们金刚自性，所以易手相关是可以让我们可以有一个守的地方。不会说漫无目的的表面，那这个好像可以比较直接当下，可以让你心静下来。可是这样这样你一提了以后啊，或许马上想到住相。对。因为你易守玄关啊，第一个住相。因为或许为什么不强调我们守玄关？因为或许就是有遇到过，除非你做的不精奇，你很努力做，保证你中风。为什么？你把全身的血液啊都集中在头脑。现在的生活不像说乡间那么单纯，有那个突发状况，突然来一个很大声的打雷，你头脑受不了。你头脑充满血啊，微血管断，你中风；大血管断，你死掉。所以或许不鼓励人家说你去死守玄关，只要你妄想都没有，你就要回归，让它自然循环。所以你一讲了，我说那又回到老路，那回到老路，我们讲这一段就没用了。对，这样我们就是守住念，可是怎么守住念？所以啊，就是要从这个里面从佛讲的这个里面的真理啊，我们去了解到，他所谓的念，所谓的金刚自性是什么状态。所以假如说你从头到尾，你把它看了，你把它领会了，
你会知道说我在说的念，不是我们日常生活起心动念的念，不是我们意守玄关的念，不是，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那一种我们的那一种什么都已经空了，没有什么的状态都拼除的那一种念，是不一样的。对，那就是他说不晓得怎么着手，因为这个状态、这个境界，我们要怎么去守住这样一个，又没有办法能说还有没有一个有没有一个所在，所以反而万年放下是比较容易走。对，轻松放下。对，跟呢，跟员工也是一个方法，就是说你有一个着力点，就是可是现在念一个没办法，等于说没有地方所在的一个那个金刚之心，就是他不晓得怎么来想。这个而且这个提起这一个修持法，也是刚前一说了，那么高没办法修才想出来说，按照呢佛所讲的那一种念来修持。那结果真的是我们要了解说面对大众的时候，要大家做都没有毛病那个要很谨慎念佛为什么都念那个有形有相有名号，不会出毛病那个很容易不会出毛病那我们做一般的功夫也是这样容易做，不容易出毛病这样呢推广就比较能放心当然呢，假如说我们做比较像这个专注的话一定你要研究过这个内容，你才可以来做这个事。你假如说都还没有了解，那真的还不适合啦。那我们假如说又回去死守玄关的话，那或许是不赞成，因为那样我们这个详细化部分都还可能不够，所以可能对这个内容的认识都还很粗浅。你很粗浅的时候要探讨到这么深的一个法，那可能就不适合啦。好，请说。我想是那像做耳根圆通的话，是要武器去讨消息。那如果正面的话，是不是